相信各位同學仔都希望升讀心儀中學。除咗呈分試，升中面試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關鍵。今集我哋講講升中面試嘅事前準備。首先，同學要明白學校點解要面試。學校想了解同挑選未來嘅學生，所以要喺面試留低深刻印象。你要先了解自己。首先諗一諗你嘅強弱項係咩？強弱項可以係學術性或非學術性。例如，我擅長數學，經常參加數學比賽，但運動方面就弱少少。又或者，我擅長游泳，喺學界比賽攞過冠軍，但語文方面就一般。呢啲內容唔係用於自我介紹，而係幫你認識自己。另外，諗下你平時課餘會做嘅活動。當然，同學仔可能會上網或者玩遊戲，但呢啲太普遍，唔需要浪費時間喺面試中提到。不如講講其他活動，例如參加劍擊班、練鋼琴，或者閱讀。提到閱讀，你要準備一本你最愛嘅中文書同英文書。閱讀除咗令你增廣見聞，仲可以側面反映你嘅性格。所以，請準備一本中文書同英文書，了解作者、內容大綱同簡單讀後感。準備好以上內容，我哋下集再見。